咱台湾布袋戏的国宝李天禄，在1970年代，伊捌教一阵法国的徒弟啊。最近在法国，因透过布袋戏的工作坊甲研讨会，甲一个捌甲李天禄有交流的学生找倒来，甲大家做伙来交流甲分享咱台湾布袋戏伫咧法国产生什么款的影响。 研讨会当时是一件真奇妙的代志。事实上，自1970年代，头一阵法国的学生来到台湾参咱的国宝李天禄学布袋戏。李天禄是台湾布袋戏团叶婉珍的创办人，是婉珍系统的开基组，海内外拢有徒弟，在台湾有真重要的地位。1970年代，李天禄捌教过一阵法国的徒弟，像讲大徒弟班任路在1974年创立小婉珍剧团，唔能互布袋戏在法国真受欢迎，嘛行遍世界80几个国家去表演。 他不要我一直演台湾布袋戏，因为说你不是台湾人，你法国有很多故事可以讲，所以你要自己做你的戏。所以我运气很好，因为他是一个传统的老师，不过他很开放的人。这届在台湾舞戏馆和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规划的研讨会，唔那班任都有来分享。另外一位在2006年和李天禄大汉后生但是红拜师学艺6年的法国人女士嘛来参与，教大继续用现代方式和女性的观点来开创布袋戏艺术。C'est marrant de m'apprendre ça parce que c'est un personnage qui a été soumis vraiment à quelque chose d'un changement physique de l'ordre du corset, etc., une transformation physique douloureuse. Mais on me l'apprend aujourd'hui à moi, une femme libérée. Et donc il y a quelque chose d'intéressant, je trouve, dans cet échange des cultures et des époques. 台湾布袋戏和法国的缘分到达50几年，嘛进一步带动法国红仔戏演出的技巧和方式的创新。 另外，台湾舞戏馆嘛用体验工作坊，让民众来学布袋戏的脚步手路。有民众表示，像法国传统的红仔戏技艺嘛，碰到观众流失的问题。看到布袋戏有路的技巧，嘛，可以找到未来的希望。Que nous en France, on a un peu perdu avec Guignol, avec la marionnette en France, où on doit de nouveau faire vivre cette culture-là, et c'est un enjeu. Et là, de comparer, ça donne pour nous, pour les marionnettistes en France, un très grand espoir. 民众表示，这届交流能让因了解法国的红仔戏安怎 受到布袋戏的影响，嘛，互因有新的思考，认为台湾布袋戏会当互法国的红仔戏有新的生命。记者卢尚如、林晓凯，法国巴黎报道。